后池，这一生，你只管逍遥玩乐，养好身体。我不在时，不要伤着自己。这里太美了，我很喜欢。只要你喜欢，日后有空我就带你来看。你可真好。时光如你，让我情思绪牵引，温热掌心握紧，太多事博轩，你给我讲个故事吧。你想听什么？就说说神界，就说神界关闭，诸神陨落。我从未听人讲起过这些事情。神与山川同寿，一念可动山海，是三界最强的存在。诸神之上另有真神，真神之上还有主神，他主宰着苍生万物。三界在，他便在。那主神岂不是永生不灭？是的，他永生不灭。那我怎么没在天界见过他，甚至从未听过他的名字？因为他做了一件不得不去做的事。博轩，你的面具就好像长到你脸上似的，我很好奇，你到底长什么样？不急，总有一日我们会真正相见。后池，不管怎样，你都要答应我，一定要无时无刻戴好这条手链，这样子，无论去哪，我都能寻到你。你放心，我舍不得摘了，我还留着打架用呢。你到底在哪儿？你要去哪儿？为什么不辞而别？我将要去渡神劫，不用担心，万年后我便会回来。那会很危险吗？待我回来，莫说是青池宫了，天底下何处我都陪你去。后池，这一生，你只管逍遥玩乐，养好身体。我不在时，不要伤着自己。可是，1万年太久了，我能陪你一块儿去吗？你灵力低微，跟着我会有危险。都怪我从小身子弱，不能替父神分担，还变成了你的累赘。我选择不告而别，就是不想见到你难受。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聚灵力，学法术。如果你愿意，无事时可以修炼一下我留给你的那些古籍仙术，这样就可以陪我去云游四海。1万年，你我约定，1万年后我便会回来。无论你到时候在哪儿，我都会找到你。我一定好好聚灵力，学法术。